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9章。大卫王对全会众讲：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毋过还少年，无经验。这个工程真大，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主上帝起的。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力，有准备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，要做逐款器具，阁有准备真侪红玛瑙、铜镶的宝石、光石、彩色的石，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。我以爱我的上帝的殿，就伫准备起圣殿的材料以外，阁将我积聚的金银，拢献做去我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就是俄斐的金100外公吨，纯银240外公吨，来搭圣殿的壁，以及互师傅做金器、银器，甲所有器具的路用。今仔日还有甚物人欢喜奉献伊本身互上主？安尼，族长以色列大支族的首领，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，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，拢甘心奉献。因为着上帝圣殿的工程，奉献金170外公吨，银340外公吨，铜约620公吨，甲铁3400公吨。有宝石的人，拢将宝石摕去交互吉顺人亚歇，送入上主圣殿的府库。人民拢真欢喜奉献，因为因尽心献互上主。大卫王嘛非常欢喜。大卫伫全会众的面前称赞上主，讲：上主，阮祖先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上主，你至大有权能，荣光、胜利、威严，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。上主，国是你的，你至权，是万有的主宰。富裕尊贵拢对你来，你嘛掌管万有。你有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互人伟大强盛。阮的上帝，但愿感谢你，称赞你荣耀的名。我算甚物？我的子民算甚物？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，万物拢对你来，阮不过用你的物献互你。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，是寄居的，甲阮的祖先共款。阮伫世间的日子，亲像影，无甚物愿望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阮准备遮个所有的材料，要为着你的圣名起造圣殿，遮个拢是对你来，嘛拢是你的。我的上帝，我知你监察人的心，意爱正直。我用正直的心，甘心奉献遮个所有的物。现在我真欢喜看到你的子民伫遮，拢甘心奉献互你。上主，阮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互你的子民常常存即款心思意念，坚决归向你。搁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顺全的心，彻底遵守你的诫命、教示、规例，搁用我准备的起造圣殿。大卫对全会众讲：
恁着称赞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全体会众就称赞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额头跪拜上主甲王。隔日，因向上主献祭，因献烧烤祭予上主。公的牛1000只，公的绵羊1000只，细只羊仔1000只，甲奠酒祭。各为以色列的人民献真济祭物。迄日，因伫上主的面前啉食，非常欢喜。因第二遍设立大卫的囝所罗门做王，伫上主面前甲伊抹油做王，搁用油抹撒督做祭司。所罗门就坐上主所赏赐的王位，煞接伊的老爸大卫做王，伊事事顺利，以色列人民拢归顺伊。所有的领袖甲勇士，连大卫王拢总的囝儿嘛拢顺服所罗门王。上主予所罗门伫以色列人民的面前受尊做大，予伊有国王的威严，超过以色列以前所有的王。亚西的囝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伊做王统治以色列共40年，伫希伯伦7年，伫耶路撒冷33年。伊享受荣华富贵，食长寿寿。伊的囝所罗门煞接伊做王。大卫王一生的事迹，拢记载伫先见、撒母耳、先知拿单以及先见迦得的册。这册嘛记载伊安怎治理国政，甲伊的成就，嘛记载伊甲以色列以及4位国家所经历的事。